我認為咧，今日咧要應對世界嘅局勢咧，唔可以淨係停留喺咧反戰和平嘅呢啲口號啊，或者我哋可以參考咧70年代政治哲學家沃爾澤 Michael Walzer 咧出版嘅《正義與非正義戰爭》呢本書嘅一啲睇法啦。佢喺本書裏邊咧提出咧，我哋需要對開戰同埋作戰嘅正義嘅原則咧做咗深入嘅討論同界定嘅。咁咧呢本書可以話咧開啟咗戰爭倫理學嘅新嘅討論，亦都影響咗國際法同埋非政府組織嘅。例如啦，大概喺20年前咧，我就讀過一篇文章，係當時嘅國際組織人權監察咧寫嘅文章，討論咧美國向伊拉克開戰究竟係咪構成一個正當嘅人道干預啊？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咁咧呢個人權監察咧就唔係一個反美嘅組織㗎，佢都唔係以一個反美嘅立場咧嚟去批判小布殊總統嘅開戰決定，而係咧當中進行一啲比較細緻嘅論辯。咁啊裏邊咧相信咧就得到唔少嘅沃爾澤嘅啟示嘅。而沃爾澤喺自己嘅著作同埋訪談裏邊咧，亦都經常咧用咧二戰時嘅盟軍嘅智慧同埋阻止暴行咧為正義開戰嘅案例。但同時佢亦都補充啊，就係盟軍對德國咧唔少嘅城市咧進行無差別嘅轟炸，而造成大量嘅平民傷亡咧，其實咧都係一個不正義嘅戰爭嚟嘅。